学都下课，这群孩子最有兴趣的课程才刚开始。教练有没有说要跳几下？不会。内侧切，快一点，内侧他走过去，哎，头要抬起来，不要看地上哦，没有钱可以捡哦。走。球队中个头小小的刘如明很醒目，5年级120几公分的小不点身材，却有小巨人的称号，外号叫梅西。他怎样厉害？他怎样厉害？大人，超会过人的。梅西的姐姐也在球队里，还有轮廓深邃的南非混血儿主将。尖山国小的女足队拿下全国赛的冠军。那个女生2号也蛮厉害的。对啊，对啊，她妈妈是南非的了。我们尖山她4兄妹在那边组，都是主将。这一天，女足队表现显然占了上风。男女球员对阵不分年龄的集训，其实是因为球队招生不足。家长认为功课比较重要，有受伤风险，普遍不支持。校方也觉得有压力。这个冠军足球队始终笼罩解散的危机。这一路走来了，筚路蓝缕啊，各种酸甜苦辣这都尝尽了。但我体验到一个，我们要生存，就要做给人家看。这个生活上都一样了。做马嘅都中央，一定要尽全力。哦，做马嘅都中央，爱尽全力。爱尽全力。做什么都一样，要尽全力，对不对？早体会到球场上不会只有直线进攻，守门员不能轻易弃守。出国到荷兰比赛没钱，经费跟球衣，教练自己找厂商赞助。场边的巨人守护着场上的小巨人，为他们争取机会。没有人可以解散，我就只怕我们自己不要练了。碰到主要说，哎，算了。这个足球队的教练显然并不好当，但是他跟孩子们共同走过的这一段，不只是足球扎根的根源，同时也是一段弥足珍贵的记忆。做马嘅都中央，爱尽全力。做马嘅都中央，爱尽全力。